我们如何才能够清净我们的障碍，然后集资我们的资粮呢？那这个是不是有方式或者是方法，仁波切可以教我们吗？对，消除障碍跟积聚资粮这两个都是一样，我刚刚前面也讲过的。那么就现在这个我们做人的这个时间说长也是人类的几十年的时间，说短也许可能是我们都是在无常的之中，所以也许可能有些人的明天跟下一生这两个来说的，也许可能下一生来得更快。因为什么呢？谁都没有办法肯定说你今天晚上是好好的健健康康的明天也是保证你没有死。对这个方面来说的，就很多人都是说不准的，没有办法保证的。像巴珠仁波切他就说他可以在保护一个物质的东西，他是可以做得到的。像比如说他曾经有一个形容，就是说西藏的冬天是有零下40几度晚上，那么没有在屋子里面的话，那么就是在一桶水，像比如说这个瓷器里面放一杯水，放在户外，可能不需要半个小时它会结冻，然后就会把这个容器是瓷器的，所以一定会爆炸。但是巴珠仁波切说，他依靠他的2个手的温度来，他可以保证1个晚上不会爆炸。里面放了水，但是他完全是用他2个手的那个怎么说呢温度，他一直这样揉，用这个温度来可以保护1个晚上它不会爆炸。那这个一般来说的就如果是真的这样做的就很难的，但是也是有可能是有办法的。但是他说，如果说我今天晚上非常健康的一个人，我要保护他，或者是我可以肯定他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的之间，我可以怎么说呢，保证他的生命安全，我是做不到的。他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巴珠仁波切他是修行有非常成就的一个高僧，他完全知道了时间轮回的真理，他完全知道生死轮回的道理，所以生死轮回是无常的，他完全有知道那个无常的真理跟无常的真实的情况，所以就他对这个无常来说的，谁是谁的都是有这样的观相，所以就是他对这个人生的无常就看的就这么的重。所以我们相当就是知道，就是说这些怎么样的去消除这些障碍，也这样去想的话，那就只要是在修行，只要去做善良。所以我们在这个人类的几十年的时间是最适合做善事的时候，最适合可以积聚资粮的时候。又过了这个人类的几十年的时间呢，那就不知道下一世是变成一个鱼，或者变成一个牛，或者一个狗，谁都不知道。这些动物来说的，那就没有太大的能力可以做积聚资粮的事情，也没有办法做很多的那个消除障碍的事情。像比如说变成一只鱼的话，那它的因缘是要不就是在大海里面就是被大的鱼吃掉，或者要不就什么样子才会就是它得不得到一个自然的死亡也是不知道，这任何一个野生动物都一样。那如果是变成一个地狱中的众生的话，那在它的整个的过程当中都是感受痛苦，就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积聚资粮。那么恶鬼的话一样，一生当中都是饥饿的痛苦，那同时也是会去造很多的业，所以就没有任何的积聚资粮的空间。作为人的这个短短的时间当中，才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做善事。做善事的话，可以决定整个的轮回，不光是说决定说我的人生。有的人觉得说我的人生是很重要，我的一生当中好好的修行，我把这个作为我今生的寄托，我这一生当中的我的主要的怎么说呢，那个指导，也这样去想。但这不光是
你的这一生当中，这就是完全是你的生生世世当中，你下一世需不需要再轮回，或者下一世能不能够可以在马上成为佛陀，这些都是这个时候是最关键的。所以大的障碍来说的话，就我们本身就是有贪嗔痴慢疑五度的烦恼，是我们的最重要的最大的烦恼。因为这些烦恼呢，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轮回当中，一直不断的在循环，在轮回当中痛苦。那么小的烦恼上面来说到，我们在这一世是人，但是下一世不一定是人，这就是我们的，就相当就是中的烦恼。在小的烦恼来说到，我们作为人的时候，人生当中呢，就是虽然说我们是人，但是有不健康，然后财富不圆满，家庭不圆满，然后就工作不顺利，等等等等，很多的这些障碍都是一样的，都是一切的不幸福跟一切的痛苦的来源是什么？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业障。那么一切的圆满、一切的幸福、一切快乐的来源是什么？善。所以善跟恶这两个的分别来说的话，那就是大的怎么说呢？痛苦跟大的障碍是什么？烦恼，造成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轮回，造成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轮回。那么小的业障是什么？那就是在突然之间，有的时候在地狱有的时候在恶鬼，有的时候在畜生。那地狱也并不是说是一次而已啊。那么我们过去的在整个的轮回当中，也是下过多少次的地狱，那么变成多少次的恶鬼。那就是好的时候我们做过多少次的专人王，就是在人类的话，那也是有做过玉皇大帝的次数来说到，也是一个人做过玉皇大帝的次数都是算不出来的，已经是做过很多次很多次很多次，但是没有用啊，到现在还是一样的在轮回当中一直不断的，就相当我们可以形容一个大楼里面的电梯一样，马上要上去又下来，又上去又下去，一天上去下去多少次都是没完没了的。来了一个客人就马上上去，又来了一个客人又马上下去，轮回就是这个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那么我们就是以业力感到我们投胎到哪里，就马上投胎到那里去。所以我们唯一能够可以消除大的障碍的方法是什么？修行，从生死轮回当中能要解脱出去才是最重要的。没有办法从生死轮回当中解脱出去的情况下，我们不会有获得圆满的一个幸福跟快乐啊。所以我们要获得圆满的幸福跟快乐的话，那必须得修行。那修行有很多的修行方法，也有那个每一个人不同的根基跟不同的因缘的情况下修行。主要是有修行，你就是在这一生当中做了一点点的修行，这个善的功德也是永远也是会存在的，不会消失的。那如果是没有修行的情况下，你造了一点点的业，任何一个业也是同样的，业跟善都一样。你今天造了很小很小的一个业，也是永远也是会存在的。你今天修了很小很小的一个善，做了一个非常小的功德，也是永远也是会存在的。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累积起来的。但是因果是什么样子？善跟恶这两个来说到，就相当分别，就是谁重谁轻，以这样去分别。那么就是今天的业障很重的话，那就你有一些善的功德，但是你先把这个是只能是没有效，只有把这个是可以不会消失，但是也是暂时没有效，暂时你只能是下地狱，因为你的业障很重。你下地狱的过程当中，这个前面的这个善还是很存在，但是也是对你不会起到任何的作用，因为太小了，业障太重了。那你现在就是有业障，是有很多的业障，但是善的就很大很重的话，那你业障都是会慢慢的不见，那么你就是善的功德就会获得成佛。所以这些时候呢，就是一点点业障还是没有圆满的话，也是很轻的就过去了，相当就是佛陀成了佛以后，他的有些业障还没有清，所以就是有一些时候就是会头痛啊，或者是会脚上会受伤啊等等这些的。那这些业障如果是他没有成佛的情况下，那这些业障也是不刚是这样的一个果报，但是他已经有很大的功德，已经成了佛，那么所以这些业障是只是一点点的
去感受就可以了。所以就是因果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公平的啦。谢谢仁波切啊。好。我们今天很高兴仁波切能够为我们做这么珍贵的开示。那是不是仁波切可以为我们现场观众做个祝福以及回向呢？好。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没有了。好，那我们就做一个回向。说那么多呀，当前是把你托你不着那螃蟹进些个南去瓦浪出发，是不做人做更做完修。好，平常回向的时候，都必须得要想起回向的对象。回向的对象是儒道中的所有的众生，儒道中的所有的众生跟自己在一世当中的父母亲都是以平等心的看待来回向，不要有分别心的看待来回向。那么回向的时候，最圆满的回向是回向指自己跟回向着法，然后回向的对象众生，这三者是没有任何的分别心的，都是无二无别的，以这样的一个回向是三轮体空的回向。所以就这个方面来说的，完全是归入到一个空性的状态来回向，是最圆满的回向。那如果是这个自己没有能力可以把进入空性，而能够可以在回向的情况下，那可以跟随着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等一切菩萨们跟一切诸佛过去为了众生做了如何的三轮体空的回向，我也是今天跟随着他们一般的去做回向，以这样去回向，这样去想，然后在嘴里念诵回向完，这样的话就有达到三轮体空的回向，所以非常好。谢谢仁波切，谢谢大家，好，谢谢。好。我见有人能用藏白马给啥东多啦，现在就跟我这你白马叫你去四照，可了等看着梦不过了。姐姐即是到这间，现在来些些是说，可了白马是的。